在嘅憂慮減輕，並增加對高風險投資嘅興趣。科技股受追捧，帶動大市上升，道指扭轉過去3日嘅跌勢，升穿13000點，最多升208點，收市升幅略為收窄，至到1.5%左右。科技股方面，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2400。《東方日報》報導，中大公共衛生學院調查發現，受訪嘅400幾名65歲以上嘅長者中，只係有2成半人曾經打流感針，1成3人係喺調查期間先至首次打針。專家建議政府免費為所有嘅長者注射，減少長者因為流感入院。議員同市民嘅視線，組織希望透過今次集會喚起各界關注移民問題。